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闻界，我下面张伟民来关心这个疫情吼。咱讲到台湾最近吼，咱讲昨有加一个本土的这个案例吼，伊是无注过下吼，但是更加爱互大家来提醒的吼，是咱讲台湾最近拢是这个国外这个入境的这个案例啦吼，有影是哪来哪济。咱讲过去政府是要求吼72点钟等于是3天内 PCR 这个阴性证明吼，但是咱讲这3天可能有当吼这个伤松透伊啊吼，所以咱讲到明年1月初4开始要求吼，坐飞机进前你是爱前2天吼48点钟吼，咱讲吼。PCR 采检阴性的这个部分吼，就是要避免讲咱看到吼，这个境外移入，逐工拢是10几例吼，昨个跳蚤吼20几例，这款的这个情形出现吼。另外咱讲到吼，昨20几例内底有一团是咱讲吼拍这个空手道咱国家代表队吼，时阵累积起来已经12个来确诊吼，可能是咧比赛时阵都有稍微这个情形吼。另外咱嘛讲到吼，坐共飞行机的吼，包含着香港的选手、日本的这个选手吼，拢总有确诊吼，日本吼，因讲这代表队内底有28个人，等下日本内底吼 PCR 拢总有10名选手、1名工作人员拢是阳性吼，怀疑是咱讲吼病毒伫咧这个哈萨克当地啦吼，伫咧奖牌赛传播出来啦吼。另外咱讲吼，大部分的这个确诊者拢是吼治着病，即阵拢咧隔离啊吼。另外咱讲吼，这个累积起来安尼60几个啦吼，将近60个来确诊。但是咱讲到吼，这个全球的这个好消息，虽然这个 Omicron 咧传，但是咱讲全球的这流通也是有吼。尤其咱讲吼，这个上好的这个消息是要互出国的这个朋友啦吼。咱即阵看到讲欧明这位会早到伫咧2的时阵啊，宣布咱的台湾正式加入欧明所谓疫苗这个证明系统啦吼。这个世界性的这个标准，后摆要国际这旅行会当加速吼。咱讲伫咧入境欧明这个国家，咱嘛讲到吼28，咱吼明仔8点吼，就会当开放国人来登录来使用吼。美国嘛已经接受咱讲欧明的这个所谓这个证明吼。你看吼，咱讲这就亲像咱的这个 passport 都共款 passport 啦吼，咱的护照共款，只有一个这个 QR code 内底啦吼。你离线你放伫这个手机啊，共款嘛当做离线这个验证吼。所以若想要出国的这个观众朋友有需求人，会当来好好来使用。另外咱讲全球 Omicron 拢咧传咱讲到吼，这个美国也好，英国也好美国这基本咱讲吼，新的这个确诊案例差不多3/4，英国这吼咱传嘛是真紧，到底咱讲 Delta 比这个 Omicron 取代无吼？咱等下好好讨论。另外咱就看到讲对方中国疫情咧清悬吼，咱讲吼西安封城差不多即阵有13万人，因是限制因袂当出门吼，尤其高日是150例啦吼。到底全球 Omicron 疫情安怎来变化？透过节目，咱做回来对话。先来请节目顶3位来宾，第一位请中研院生医所兼任研究员何炳峰何教授。阿明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感谢第二位邀请前卫生署长涂生铁。主持人好，大家好。非常感谢第三位邀请台北市医师公会常务理事周宪忠。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哇，真正咱3位拢是老朋友啦吼，讲到这个疫情啦吼，咱讲到吼，这个境外移入实在是哪来哪济啦吼，所以咱讲吼，指挥中心嘛因应着吼，这个咱讲境外移入这部分，咱头头讲到1月初4开始2天吼，这对出国的人来讲，你若要登到国内，爱非常这个注意哦，尤其你着要按算讲，这个班机的这个时阵啊吼，你要坐迄个班机按算吼48点钟来去做一寡这个准备啦吼。现在听指挥中心安怎讲？那我们今天这个没有本土的病例，没有死亡的个案。那境外这移入的有16例，这一例总共应该是有12例多增加1例了还是延续到12月28起到1月10号，还是维持2级的警戒。所以是从1月4号下礼拜20时起，那入境的 PCR 的检验报告调整为2日内就是在2日内采检。那我国民众能够加速入境欧盟等国家，数位新冠病毒健康证明。那我要从明天上午8时开放下载。是啦吼，咱讲到吼，这个部分是境外移入啦吼，咱讲总是20几例吼，当然包含着咱有这个代表团的这个选手，咱讲吼，这个规团内底都有12个确诊吼，代表是一半以上拢确诊吼。另外，搁较使人惊吓，应该是讲吼，这个境外移入这部分，咱嘛知影全球疫情吼上界严重，可能是这个美国吼，英国这阵 Omicron 嘛拖真济，咱这阵 Omicron 的这部分也搁是真济啦吼。但是指挥中心甲咱讲着吼，最近抓出来吼，咱讲吼，自这个吼入境
7天之内，就先把这个确诊抽出来吼。但是咱头拄讲到3天改做2天吼，其实真侪国家吼，伊爱提供是吼24点钟之前，这更较严格吼。代表讲你坐飞机之前，你就是爱倒一个吼。若是有确诊，你就是袂当去。但是这嘛是代表讲，你若是真正有这个各样，千万唔通搁坐飞机啊！先来请教何教授啦吼。美国即阵改24点钟，咱自3天变2天啦吼。代表讲咱嘛有烦恼，就讲吼，伫咧咱讲新正年头内底境外移入可能会变做是咱的破口，是毋是安尼？是啊，这个是这个考虑就是安尼，因为你若当然你愈久吼，迄个空窗期愈久，你就不确定性的愈侪啊。是。啊，但是你若24点钟久的时阵，可能你就爱迄个爱家己做看好势啊，机票啊，啥物货拢创好势啊。你若无的时阵，你就袂当。这买保险啦吼，就是讲，这个咱讲吼，买飞行机票的时阵吼，为着买吼，这个吼飞行机你会当坐起哩，因为咱讲风险实在伤济，尤其你伫国外啦吼，你讲你买吼24点钟内底保持着你的这个身体是健康，其实拢是。内底有真侪种美角，你会当去操作吼。但是这就是爱讲你的这个吼，咱讲过去的这个防疫的这个手段，尤其你伫国外爱做好势吼，喙炎你就挂起来，酒精你嘛是随身揸去。啊，咱嘛讲着吼，因为即阵新正年头12月14开始，甲2月14，拢是咱讲吼要转来这个大胖啦吼，所以咱讲着这个部分嘛提醒着要转来这个吼观众朋友，也是讲你有亲戚朋友要转来，都要好好个提醒讲即阵改2天啊吼。另外咱头拄嘛听着讲这个指挥官，但是拢安尼。讲吼，咱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疫苗认证啊，这为什么遐尔啊重要？咱头拄有讲到，这个疫苗认证，咱头拄有讲到，这个部分是咱讲台湾吼，这个 Digital COVID-19 Certificate 啦吼，这个所谓的这个证明，咱头拄有讲到，你安尼扫落去吼，咱讲无论你伫咧欧洲吼，意大利也好，还是讲法国也好，你若咧看新闻的话吼，过去你就有印象讲，哇，因要去入餐厅内底，因就来扫这个 QR code，所谓的这个证明吼，啊，这个咱讲过去咱的这个卡变做是所谓的这个部分，你明仔就会使去download吼，啊，手机也嘛会使做认证吼，安怎操作？其实指挥中心今日吼，点互大家看，先做来看。这是我努力找的国家哈，有些国家因为大家知道 APP 在各国上线策略不太一样，有些国家的那个是没办法在台湾供我们下载的，那有些国家验证程式并没有公开哦，所以这是我可以找得到的验证程式。现在验我的 QR code。好，它就会出现我的姓名，我的出生年日。那它的姓名，欧盟的标准姓名有2种表达方式，一个是本国语言，一个是英文。所以用意大利的方式来看的话，各位看到的是用我们的本国语言来看的。好，那我现在再换一个，这是瑞士的城市。一样是我的 QR code。好，一样出现是我的名字，下面一样是出现是我的出生年月日，它下面有一栏字比较小，是秀我的英文的名字，所以瑞士的就有秀我英文的名字，哦，那和本国的名字，那意大利的就没有秀英文名字。通过的是这样子是代表通过。通过，对，它是绿色就是通过的。是啦吼，咱讲到这个所谓疫苗认证，咱台湾会当加入吼，若是这个欧洲联盟的这个国家，非欧洲联盟，若是有通过，还是讲加入这个吼所谓疫苗认证的这个系统内底，拢会当来认可啦吼。所以全球吼，另外咱嘛讲到这个美国嘛会当来做承认吼。过去咱有讲到吼，这个咱到底要是咱讲爱认证高端还是免认证高端吼？迄当阵这个何教授已经吼做一个 prediction 啊，这个 prediction 建议啦，建议啦，建议我是讲，迄阵是讲，咱的高端因为吼，无做第3期对无？啊，咱若超工去问人，讲要求讲你承认咱的高端，咱咧较歹听。但是你就甲伊讲，阮的国家、阮的政府做的代志，就是保护人民，阮是有一个负责的政府，咱安尼做是无危险的代志吼。所以你就讲，你认证我的黄卡就会使啊。安尼就是会当安尼通行对，因为即阵国际伊是嘛是足几落，啊，佫有几落的疫苗吼，嘛是无被国际认证。啊，那大家拢要来互相要求讲你来承认我的，安尼就敢若较歹势，对不对？但是咱若讲你的黄卡的是这政府甲政府，这是一个变成一个外交的即个沟通，毋是
唔是这个疫苗内底有效疫无效？苗一个来看安尼，我是感觉安尼是一个真明智的真明智的这个选择啦吼，对尤其咱讲吼，安怎来去操作，马仔就会当来去做一寡download的这个动作吼。咱讲吼，你会去这个网站内底吼 dvc.mohw.government.tw 啦吼，也是讲你扫这个 QR code 吼。另外，咱讲到吼。后一张吼，要安怎讲呢？咱讲吼，这个健康证明吼签发的这个平台啦吼，你吼也共款，咱过去咧这个1922的时阵，你安怎这个 log in 的，你就共款用这个方式吼，无健保卡的，也是讲这个 passport 的吼，也是讲你是外国人，也是讲吼，咱会当吼进入网站了后，伊就会当去点选讲，哇，你这个注射的数位证明是啥物，也是讲检测的这个吼，你讲去做这个 PCR， 这马上做一个咱讲证明的这个系统啦吼。另外确认身份啦吼，啊，咱讲吼选择这个身份的这个验证，共款吼，这拢是3种无共款的这个download这个 login 的这个机制。啊，咱讲吼入去到迄个系统内底，你就当去甲这个物件印出来，也是讲放伫这手机啊内底啦吼。伊要符合着3个原则吼，就是讲啊，你已经有做过啊，啊，这个资料你会当炸伫咧身躯，啊，你讲吼，这个咱讲这个 APP 扫落 QR code 扫落了后，你的资讯就是当做检查尔，你的这个咱讲吼个人的这个资料是袂去用留落来吼，所以这个个资的这个部分，咱都唔免去烦恼啦吼。继续请教署长啦吼，头拄仔这个何教授嘛讲到，这唔是这个疫苗这代志，这是一种外交的这个吼关系啦吼。你安怎来建议讲这个政府啦吼，尤其咱讲 PCR 这个证明，伊可能伊即阵嘛放伫咧内底啊，这代表是一种大进步呢。是，即嘛这是咱叫科技防疫啦吼，佮用科学的方法啊来帮忙即个咱这疫情的控制吼。是。啊，当然即嘛一定安尼吼，用即种 QR code， 我想是比用黄卡会较好一点。因为前一阵有人咧讲，你若摕到即个注射证明，是讲哦，即款足侪拢咧卖迄个假的啦。哦。啊，即个 QR code 是政府用的，理论上会更较好一点啦。这个 QR code 扫袂过，就是扫袂过啦。对，就是你无通过，你就有买假嘛无效啊。伊若伤低，讲啊，他输入伤慢，哦，啊，你个咁，但是即摆即个科技真紧啊，所以用这我想这是一种进步。当然有即个 QR code， 知影讲你有注2遍以上的吼，啊，若安尼你个较安心啦吼。即个所谓安心就是讲。欢迎你入来的意思啦。哦。啊，即个像美国以前哦，慢慢这伊嘛互你入去啊。足侪国家嘛足欢迎你入去，但是即摆大家小可紧张，讲啊无用一个这加减啊好啦。是。因为吼，毋是讲你有注2遍预防下，你就叫做安全，毋是是，就是你卡袂着安尼尔。所以这是讲你会使入来，毋是讲你袂着病哦。你看咱这边最近感觉迄大家拢注2遍写过啊。是啊。所以吼，这是一种证明。啊，这想要安尼，因为这有一种就是讲要防疫，啊叫经济，叫这旅游，要这个平衡啊，英文叫 trade off 啦，唔知安怎，因为平，意思讲，莫讲伤过严，但是也莫讲伤过伤啊，所以用这个疫苗，啊，伊嘛知影疫苗吼，上好的嘛是有5%、10%无效，啊，较歹的50%无效，但是嘛，甲你承认啦。至少会当减轻一点嘛，啊，这个是 trade off， 会当安尼吼，至少较安心一点嘛。是啊，你入来我遮，我用安尼较安心，我去你遐安尼，大家较安心。啊，会当减轻1半以上的感染可能性，安尼就好啊。啊，过来咧，剩咧就是疫苗无效的部分，也是讲病毒变种，你嘛无法度啊。这个部分，迄个个靠其他的方法，毋是干那靠一步，但至少一步，大家会使。同意啦，吼。当然有个人会讲，哦，这歧视哦，啊，讲啥我无做过，袂使出国，但是无法度，政府做用安尼做啦，吼。是啦，咱讲要去出国旅行，真正当地拢总即阵拢把关甲真严格啦，这嘛是一种吼歧视。安尼嘛好啦，安尼嘛好啦。加减啊有较好啦，加减有较，但是毋通叫是讲，啊，伊反入去我去安全安尼，乌白染乌白接触，安尼嘛是会对啊。是。所以这个是一种通关的证明，毋是一个。完全袂着病的证明哦，吼！大家就分得清楚。这个国际旅行，咱讲通行上卡利便尔啦，毋是讲你都安尼，你都袂带病，你都袂畏着病啦吼。所以咱讲吼，防疫这部分，无论你是要回来，还是讲吼要出去的，拢是爱好好啊来做把关这个动作啦吼。另外咱讲吼，这个全球疫情
咱讲有出国的这个需求，咱也是真侪。亲像咱讲啊吼，这个咱的这个代表团队啦吼，出去做这个体育比赛，但是回来有一半以上的人拢确诊。当然，这牵涉到咱讲吼，伫咧当地吼，咱讲可能环境。本地就歹啦吼，但是咱讲到，亲像咱摕到金牌吼，这个咱讲这个拍 tennis 这个羽毛球的啦吼，咱讲这个部分嘛是咱讲有去做一寡比赛，但是因倒来这个防疫这规格拢做甲真好啦吼。但是咱讲到当地环境的时阵，若歹的时阵，可能就带着风险嘛吼。咱嘛有另外一个吼空手道代表团的这个报道，先做来看。国内自当增加24例新冠肺炎确定病例，指挥中心表示，确诊者当中，一例本土病例，也有23例境外移入，分别来自哈萨克、美国、科麦隆甲南非。确诊者当中无增加死亡。爱注意的是，11例为哈萨克入境的确诊者是最近出国比赛空手道运动代表团，总共22人，是伫12月24当台湾第一摆采检都发现11人确诊。我们后续会针对他们的这个病毒再进行基因定序。那它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像防疫计程车的司机还有这个航班的接触者，目前也正在匡列当中。国训中心甲体育署也表示，代表团出国比赛进前，伫11月11核酸检测全队拢阴性；11月13到杜拜参加世锦赛，再去到哈萨克集训；12月15参加亚锦赛，期间的核酸检测全队拢是阴性。不过12月24代表团回国，经过采检了后，11人确诊。根据体育署了解，这摆参加比赛日本、香港、泰国等国家代表队也传出选手确诊。面对国际疫情依然真严重，而且病毒都Omicron疫情打乱航班，未少回台旅客行程受影响。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春节方案维持7+7，是找出确诊者上有效的方式。若改做6+8，恐惊是袂使。过去的数字，看到这第6天、第7天来检验的时候，事实上可以把大部分的病人都能够找得到。那有一些就会遗漏掉的，大部分CT值都非常的高，所以我们认为相对的安全。那至于如果要变成6+8，那可能就是检验上面的一个效率，还是要到最后那个时间点来检验才不会把病人漏掉。陈时中强调，会徛在便民防疫方向替大家考虑。不过，若无法度便民，就以防疫做优先。虽然即马讲重症率较低，不过伫国外也看到Omicron流行地区有医疗紧张的情形，对台湾来讲也是一个警讯。记者综合报道。是啦吼，咱来看来讲吼，这空手道代表团这个部分吼，确诊的人即阵累积起来10外个，然后但是这10外个内底，嘛是有人住过伊风车内底，咱讲突破性感染吼，有的是住过一档，有的住过一档，这无算突破性，突破性是2档以上，2档以上啦吼。所以咱看到讲5名20外岁这个队员12月7、13、24、25来发病，住过2档莫德纳名10几岁这个队员无镜头感染2档 BNT 啦嘛，做过 AZ 的这个部分继续咱请教周医师啦安怎看这回代表团？尤其咱讲系本地环境的因素都有差啦尤其咱嘛有讲到，唔那是咱台湾的选手，日本、香港、有泰国坐共班机的有2种原因啦可能是咧飞行机，还是讲当地拢有可能你安怎看咧？咱即摆即摆即个时间咱会使回想讲伫咧旧年咱6月初1的时阵开始解封了有一段时间200几天拢是本土加零。对。迄阵全世界咧烧咧旺，咱遮拢敢若无代志，敢若是迄个世外桃源对。即摆的即个状况甲迄个时阵有小可像。但迄个时阵咱无好好把握创一寡代志，结果咧，今年逼空了都大家都真凄惨。是，所以利用这个时间咱好好考虑，因为即摆境外像头拄主持人讲的，就是境外入来真危险伫的。但是这个选手啥伊是不得不爱出国去嘛但伊入来的时阵，若流去了，像讲即摆这个镜头遐尼轻，若讲敢若流鼻水无许，一定是来看医师的嘛。所以即摆医疗人员会对较济对家这就是真重要。医疗人员对，医疗人员第3剂啦咱是讲个对家这啦即马咱的指挥中心是讲咱爱5个月了做完5个月了再来做，比如讲会使做摩登啦、半期啦、是讲 BNT 啦啥咱来看咱是安那咱的 ACIP 会讲这个代志咱就是参考讲国外嘛其实美国啦、欧盟啦伊是讲6个月啦。但是英国又讲3个月就使做，尤其是英国伊大部分拢是做2期 AZ 的，伊第3期伊嘛甲做半期的莫德纳，
啊，阮医疗人员吼，像我第二期住院是头一个8月初啦吼，8月初，但是我可能我搁过几工啊吼，我就使住啊啦吼。啊，住完了，若讲14天，啊多付即个新加年头，拄啊好啦吼。但是吼，我有真侪同僚吼。因可能拢是8月底才做完第2期哦。迄时间上吼。嘿，啊你若讲吼，啊你伫个1月中吼，若讲月底才去做，啊根本你嘛时间还袂够，啊那迄阵留出来的时阵吼，可能吼对咱的医疗量能吼是真大的考验伫啦吼。所以吼，咱的指挥中心爱小可有较春秋者吼，毋好吼讲像讲过去咱咧讲爱难拍的时阵，伊就一直歪。啊，等下会使难拍，我家己都无难着啊。哦，我嘛是做2期 AZ 啊，吼，迄阵嘛是因为爱去病院，爱去倒位吼，啊，迄个阮的理事长讲吼，啊，恁这吼定来爱去迄个所在照常的人吼，恁家己爱做。我若无做的时阵吼，我若要去迄个学校共注射，也是讲吼要去迄个机构共注射，伊是无爱互阮去的呢。是。吼，所以阮迄阵就讲啊好啦，无 AZ 咱就做啦吼，毋是讲 AZ 咧无好，迄阵吼有 AZ 通做，我嘛真感谢咱政府甲咱准备安尼吼，阮是真甘心啦。但即阵疫苗还阁有剩，咱赶紧来做这个Moderna。尤其是吼，我感觉吼，这指挥中心爱有春秋吼，咱有一件代志吼，可能大家毋知影吼。咱知影讲吼，你即马做 AZ 啦，吼，做 BNT 啦，吼，啊搁做Moderna吼，咱开一罐了吼。进前咱是讲吼，6点钟以来你爱做完，无做完你爱牵线杀。其实吼，这1-2个月前吼，Moderna 伊就改变啦，是，伊会使12点钟。哦。结果咧吼，咱指挥中心吼，惊讲吼，咱创唔着啦。讲吼，惊讲有诶6点钟，有诶12点钟吼，咱诶医疗机构会创唔着。混唔着安尼吼。伊拢无爱改。哦。吼，啊，即马做诶人少啊嘛。啊，所以吼，一个人住过就甲单调，啊，拢单调去啊，拍算啦。吼，啊，古早吼，阮是安尼抽，安尼加抽1-2期，安尼要来升级啥，啊，即摆看到安尼，阮是真切心的吼。啊，毋过吼，好佳哉啦，阮一直甲建议啦吼，啊嘛，伫咧顶礼拜的时阵吼，指挥中心就有改啊啦，还有改讲吼，Moderna吼会使12点钟，你再甲病医生都无做完12点钟使病医生啦。但是进前迄段时间吼，毋知阮是。讲到安尼啊吼，对，伊直讲吼，啊，惊伊讲吼，因为有进前有一寡做唔到的所在嘛吼，伊讲啊，这吼若较复杂的时阵，咱若统一6点钟吼，较安全啦。伊的理论是安尼啦吼，但是像讲即马吼，若讲即个境外吼，遮尔危险转来吼，先做准备。啊对，啊咱这医疗人员你无先追加车，无先甲自主的时阵吼。起码吼，啊，伫咧1月中就爱甲做完啊嘛，啊14天加多新疆年头。多新疆年头啦吼。嘿啊，新疆年头到了吼，啊若开正的时阵，咱要开始咧看门诊的时阵吼，大家就较有保护力。哦，有影啦。我感觉吼，这吼爱过一个思考啦吼，啊是安怎讲一定爱5个月，可能嘛是参考人的啦吼，啊以前嘛是。迄个咱讲要南住的时阵嘛，讲吼，伊就是参考着我家己搁做本土的，要做到当时去安尼。啊，即摆其实吼，我嘛知影讲吼，可能因为考虑甲考奖伫的啦，吼，也是讲吼有一寡考虑的，像讲伊即摆讲7+7吼，真坚持者，我嘛是甲赞成啦。吼，我因为迄阵嘛是讲，若防疫流感有够的时阵，卖变啦，吼，就照即摆安尼嘛。嘿啊，但是都无法度，但是咱都爱有一寡吼，有一寡变巧嘛，吼。但是你即摆来讲吼，进行7+7的时阵吼，买那捞出来时，像个啥，厝的人会先去接受到嘛，啊再来这系轻症的人伊叫是感冒，人一定是去看医生的嘛，啊医疗人员来底，嘿，阮起码吼已经无迄个太空人的装备咧看诊啦。所以咱讲吼，一款看一款吼，比如讲你要吼。以7+7，就是去改变过去的这14天吼。啊，咱讲第一线，遮都可能有一寡这个风险。啊，厝内底人若是话着，若是讲有一寡这个镜头，找的拢是这个诊所吼。所以头拄啊，这周医师嘛呼吁着讲吼，到底这个追加剂这个部分吼，是毋是会当5个月吼，改做4个月，甚至是3个月吼？这顶礼拜咱嘛共款有这种看法吼，希望这个指挥中心会当听落去啦吼。另外咱嘛讲着吼，搁一概来看着讲咱这个注射的这个人啦吼，头拄啊吼，这个指挥中心嘛有讲着吼。也是讲这个周医师嘛讲着 ，AZ 咱嘛讲，这个追加这是无考虑啊吼，咱就考虑 mRNA 的这个部分来去做一寡这个追加啦吼，搁有这个 BNT 吼 ，Moderna 这个 BioNTech 这个部分吼，即阵吼咱讲做过这个 Moderna 应该是半剂这个，咱讲吼剂量吼，差不多要10万人吼，另外这个 BioNTech 吼，差不多2000万人吼，代表这个若是讲真正风险人员咧住的人也是介少啦吼，继续搁请教。何教授安怎建议啦？尤其咱顶礼拜嘛讨论过，啊，即阵 Omicron， 啊，咱讲7+7吼，这是咱即阵的这个政策。头拄啊，但是都嘛讲吼，6天7天内底可能诱出来这个病例也是有，但是就是惊讲7天了后，等去甲处理，为着处理的人这个风险啦。
即嘛，但是咱来想讲，咱应该大家拢有注意风险。哦，咱伊就是拄啊，周医师咧讲，即嘛到5月共款，但即5月无共款啊，5月无人注意风险，迄阵大家一真惊对无？一定是家围堵啊，拢会家己动起。但是咱即嘛已经有注意风险，所以咱知影讲注意风险，咱嘛知影讲预防险无办法100%预防传染啦。但是一定吼对。带迄个重症甲迄个带病医啦吼，还是死亡，会当减足济，咱有机会，咱当来看一寡英国的资料。所以其实安怎去踮咧一直算讲7天啊、8天啊，对我来讲，迄毋是讲真重要的代志啦。你着你实在是吼，无注意风险的人，拢家己找出来，紧来做，这是上重要的。毋通阁惊，毋通阁惊讲预防险会安怎，其实。其实就去鼓励大家啦吼，传染着吼，无注意风险上麻烦啦，所以这是一个 message 吼，一个讯息，咱一直爱一直讲，紧起来做啦吼，咱讲吼，即阵第一档吼。8成吼，一直下袂过这个坎吼，79.8吼，咱节目安尼几礼拜拢是看到79.8吼，这个咱讲吼，这个点后壁一寡变化呢，一直下袂过这个8成吼。第二档6成7吼，这个数字嘛停真久啊吼，咱讲追加这啦吼，0.42啦吼。咱若请教这个何教授吼，用英国这个案例来看讲这个其实注射是咱讲吼，这个 Omicron Delta。到底是毋是这个主流株？尤其咱讲台湾这阵 Omicron 也是少啦吼，咱台湾若是入来，拢是这个 Delta 较侪。伫台湾若是有验出来，可能拢是 Delta， 亲像咱顶回讲的迄个咱讲防疫旅馆的嘛是 Delta 啦吼。你安怎看 Delta 含这个 Omicron 伫咧咱台湾伫咧全球的这个变化？应该是讲今年冬天吼，对足侪国家来讲吼，嘛是 Delta 归 Delta，Omicron 归 Omicron。那无 Omicron。Delta 嘛是对这个冬天嘛是真麻烦，对，因为本来冬天你几礼拜前就开始欧洲迄疫情就一直起来，迄阵敢若有 Delta 呢。咱就知影讲吼，这本来就是咱就知影讲，这个 COVID-19 本来就是冬天就是较严重。是。即马个 Omicron 出现，这是一个真趣味的分析啦。吼，咱来个分析看卖一个。其实吼 Omicron 伊是传染是足紧的，咱会当看讲吼。看这个图，咱可能这个是看过啊，是。这个英国的图啦吼。英国的图就是讲，你差不多第五例的时阵吼，伊对，迄个青，这个直线上升的，迄个就是 Omicron， 这个是 Omicron。对。即马第二个迄个紫色，迄个是 Delta。这个。对，迄个下面迄个红的，就是差不多几礼拜前，咱大家咧惊讲 Delta 的一个变种。OK。迄看起来即马无虾米货，即马迄个是即马是走对落去，安尼就是讲吼，咱来看就是安尼，点解英国就是讲。伊就慢慢啊吼，咧愈来愈侪青，愈来愈侪 Omicron， 即马差不多6成吼，这比美国是较慢一点嘛。啊，这资料这一天是偌济人？一天10万人，你知无？10万人啊吼。对，英国一天10万，就咱超过咱台湾的确诊数是。但是咱想，哇，10万人安尼要安怎处理？那点解咱台湾可能全台湾人拢封起来啊，拢袂当叮当啊？但是咱看卖一个吼，其实伊吼看一张对。这是顶头确诊住院的人数，哈下面是死亡人数，是。你看顶头是确诊的人数，对不起，确诊是确诊，不是住院，迄写唔对去吼，迄是确诊的人数，确诊的这个人数，对哈。下面是死亡人数，差不多1个月前，差不多你11月底的时阵吼，就开始咧上升的时阵，迄阵就是 Omicron 出现了。所以你看吼 ，Omicron 出现，死亡也无较济啊。死亡安尼。咱讲，个会当降落。伊其实确诊人数真，是住院人数嘛无较济啊。OK， 确诊的这个人数是欠悬，但是死亡还是讲大院人数无较济啦。所以代表疫苗也是有效啦吼。一定是疫苗有效，所以咱即马归纳起来就是讲 ，Omicron 一定是传染是较紧。传染较紧。可能是慢慢会一定的取代，吼 Delta。即马传播的方式咧，传播的方式，咱会当来看吼，看起来伊敢若真厉害，有一个香港吼，香港有一个迄个防疫旅馆吼，
有一个人对南非来，啊，住咧一间，啊，另外一个人差不多一天还是2天了，对加拿大来，啊，因来的时阵去到迄住入去以前，拢有经过一个拢有一个迄个阴性的确诊，阴性的迄个采感，对，所以拢无，啊，拢有做过预防针，2个人的预防针差不多6个月以前拢是5月迄阵做完，但是吼。就头一个就确诊了，就搬出去啊！即马第2个就搁确诊，啊，是住咧走廊的对面，啊，迄个同一个层楼差不多住10几个人，啊，拢无啊，旅馆内底人嘛无传染着，啊，因迄细菌是来甲看吼，是共款的，真共款。虽然袂当讲一定是一个传染一个，所以这咧讲啥？这咧讲吼，可能吼。会当对空气啊是啥物？这个真趣味，爱慢慢啊来甲伊注意，伊可能是真麻烦。但是咱搁甲看讲啊，Omicron 到底是啥物物件？咱知影讲系呼吸道的感染吼，就是对入去啊分做顶头啊甲下面，上呼吸道甲下呼吸道。上呼吸道就是讲流鼻水啦，然后疼啦吼，对，啊会就是可能会痒啦，然后会痒安尼尔吼，啊可能会头较疼。是，啊但是下呼吸道你就会开始咳嗽吼，嘛是会扫安尼吼，会扫，啊但是袂停，啊可能会嘛有痰吼，啊就是迄阵就是有肺炎啊，所以咱会甲伊分做上呼吸道就是咱真侪感冒，囡仔就咱。自细汉就流鼻水大汉的，就逐工拢有冬天的时，对，一直咧感冒，唔是流行性感冒，是感冒，啊，就是上呼吸道感染。啊，看起来即马吼，踮咧英国的资料，甲咱讲，因看到就是一半以上感冒，疼啦吼，流鼻水啦吼，头疼，就是这3项的，这就是甲普通感冒了同款的症头啊。啊，因迄个英国的专家。认为讲一半，即款这一半的人吼，就是 Omicron 感染。啊，英国即马一天是10几万，所以伊讲一礼拜就是100几万。英国这几百，英国差不多是咱6000万人，6000万人。所以你就知影讲这传染真紧。但是咱是安怎着爱吼？英国虽然无惊，但是伊嘛是甲你讲。你若是有传染到的时，你自我隔离一下，是安怎？虽然知影讲吼，咱拢有注意防下的人是袂重症啊，袂死亡，但是因为这个病毒，你若一直甲伊传，伊踮咧无共款的这个人内底哩繁殖的时阵吼，伊个突变的机会就愈来愈侪。就是讲伊个变种去就个害啦吼。咱即马这个。Omicron 这个症，敢若对咱人类吼全球的人来甲看，感觉起来是袂歹啦。伊虽然传染真紧，但是伊实在是不大会重症。好，所以虽然这可能有一半以上是甲注意防下有关系，但是嘛是应该伊家己有本身就是有一点啊。较无遐严重，咱虽然唔知影，即马大家无啥敢讲解讲好死，但是因为唔知影是这个预防下的这个因素，还是讲伊到底有较强，但是安尼看起来，敢若亲像伊无遐强吼，但是拢袂当完全讲。南非的时阵，咱讲南非人吼，拢较少年，因为平均年龄才64岁。哎，人中国无注意防下。个无注意防下。即马踮咧英国啊看吼，英国的资料蛮完整啊，美国嘛是有吼。看起来有一寡老人传染到，但是有注意防下，所以英国嘛是有14个死的人哦，14个因为 Omicron 死去，但是遐个人差不多拢是40岁以上的，还是年纪较大一点嘛。所以安尼看起来真正较使人放心者，但是这个前提是你要有做过预防下，你当然这样放心哦。咱嘛是爱自我隔离哦，对，隔离是重要。来预防讲一直个突变啦，安尼就变数就伤济，咱最后就是。Omicron 甲 Delta 啊，咱甲即个冬天过完，咱就这个牵照起来吼，这是咱上大的这个希望。Omicron 吼有确诊也无确诊吼，你若是真正确诊嘛免惊吼，就是你前提咱头拄也讲到，做过预防针啦吼，啊做过预防针了，啊若是万不你个确诊，可能死亡重症者拢会较减吼，啊但是你若真正确诊，头拄这个何老师讲的。真正爱 isolate 一个家己吼，自我隔离起来吼，这是咱讲上大的这个责任，莫阁互伊变种，咱就 Omicron，咱就听到这个 COVID-19 伫 Omicron 遮
但是迄毋是咱台湾的政策啊，咱台湾的政策，你自我隔离可能要等到春天的时阵啦，因为即马是冬天啊，变数啊，佫真济啊，外国嘛是佫真严重，所以我是咱即马就甲预测，甲咱的指挥中心建议讲吼，春天了后，你就要开始爱开放啊，对，咱自我隔离的话，唔能点嘛安尼才慢慢正常啦，慢慢正常啊，对啊。所以咱讲吼，这个台湾啊吼，看点世界，咱真正是足安全。但是咱讲吼，世界遮咱拢要好好去看吼。美国遮吼，这是28天内底吼确诊的这部分吼，美国吼过去拢是1000多万人来确诊，即阵28天就累积389万吼。另外死亡人数是3.8万吼。奥密克戎出现2礼拜，尤其是变做是咱讲3/4啦吼。伫咧东方遮尤其严重吼，东方就是这个纽约遮啦吼，这个部分。另外英国咱讲吼累积起来。179万，但是头拄何老师嘛讲哦，这个欧洲地区伊虽然是上悬，但是咱头拄看数字来看，确诊数虽然悬，但是死亡也是这个重症拢是要低啦吼。另外法国、意大利也是咧少，但是咧，咱嘛讲到南韩遮吼，可能疫情有豆咧降啊吼。过去28天内底累积16万6啦吼，即阵咱看吼，高日已经降到5000以下，这代表讲因为这疫情吼有放较粗啊啦吼。另外，但是越南遮也是较严重啊。这个印度这部分，大家要去注意吼。虽然这28天内底21万4个这个确诊是亚洲第2严重的这个地区，但是有人讲吼，这个咱讲伊的这个乌数抑阁真济拢无通报吼。另外，咱无甲伊列入来是这个中国，咱第一张图嘛有甲大家讲过，中国吼这个西安这个所在已经吼确诊，另外因的这个封城的程度比武汉搁较济啦吼。过去咱讲武汉1000万人甲伊封起来，还有真侪人都走去了吼。地区咱讲因的这个吼，中国境内全国安尼来去看。即回咧，咱看到讲吼，这个案例产生吼，2天以来拢是差不多150例安尼咧产生吼。即阵因是13万人来去做一寡封城。继续来请教署长啦吼，安怎看中国即回因安尼咧传开，因咧惊啥物？这是安尼吼，他都啊。有讲咱即马是注射有效无啦？中国注射无效。无注射吼，当然吼，你也看讲迄个去即个空手道的人伫看，表示讲，你注射无啥有效啊。22个内底有11个惊过一个感染，但是你嘛再讲，有效，一半的人无感染着，嘛会使安尼讲就对啦。那表示讲吼，即马这新的变种来吼，咱注射有影无足有效的啦吼。但是有的人会着，有的人袂着。迄是因为预防注射的关系吗？还是讲因为伊家己有较注意的人，佮较袂着吼？这点吼，实在是咱爱佮迄个一个啦吼。即中国西安吼，发生一日发生100几个尔，毋是我讲这几万的、10万的，毋是哦。但伊个封城啊啦，是啊，13万人第一个当然是伊对这个数字，伊可能无啥信心。第二，伊对伊家己的疫苗可能也无啥信心。中国国药科兴无信心了对吧？伊上有信心就是讲吼，用维权叫你袂使出来，你个袂使出来，就无伊有信心吼。有效无？这当然这我会有效啦吼，因为大人拢尽量无叮当个较袂传染嘛。即马问题是伫讲，咱即马是咧预防即个疫情要扩散，即个预防即个死亡、重症。何老师他有特别讲这感染。感染，就亲像英国安尼啊，美国安尼啊，慢慢那个正常化哦。这个讲与病毒共存的意思，但这个共存不是讲共存，是讲无啥惊伊的意思安尼尔啦。啥因为伊重症，尤其你要注射、注红射、注2遍，这边吼英国有研究注2遍 AZ， 佮加一个迄个 mRNA， 基本上拢无半个死亡，无半个重症哦。效果就好诶，对，效果就好哦，就比迄个AZ 莫德纳 BNT 拢会3样做莫德纳更好咧哦。是所以吼，这意思讲重症的这部分，咱有疫苗会当控制。是，但是要预防伊传起来，这部分无足有效，才会变种新的变种。即马讲这个R0吼，我出了到8啦吼，有奥密克戎。以前是讲这个你打算3啦，就感觉足济啊，这边足够传。但是咱本来吼就是知影嘛，即马病毒假设有咧变种，一定愈变愈高传，但愈变愈袂死啊，愈轻。这个方向有影有照这个行，这个趋势来去。所以慢慢是不是会当到正常化，还是讲叫做讲较健康的做法？实际上我感觉
指挥中心已经有小可咧变，但袂使变伤紧安尼尔啦。豆豆变安尼。哎对，比如讲伊伊即马讲啊无7+7，全世界吼，即马疫情都当咧坐咧，啊今年吼。境外移入的吼，较旧年比较3倍哩。是。啊，伫即阵吼，逐个城拢一直咧，连到要互你护照啦，要互你佚佗啦，要安怎？明明知影讲去增加，但是嘛咧做这，台湾无做也袂使咧。所以啊，无较短一个啦，啊，无7天隔晚啦，卖去14天，不要再14+7了啦。意思就是讲，咱话咧小可咧放松啦，吼。那这个放松的前提是应该讲，一定有会走出去，但走袂济。啊，走出去就是叫无症状感染者吼，啊，佮测无着，啊，佮7天就走出来咧吼，伊乖乖淡出去个。啊，若无乖出去，咱也无足惊的，啥？该靠咱全民动员保健康，啊，家己保护家己，莫去互传染着。啊，那安尼我会登去啦。所以吼，用这个断掉这个传染的吼，安尼个袂断啦。袂断。会有局部的小型的传染，尤其伫厝里内底就较密接触，但是未有社区的。大流行啦，会流行，会大流行，甚至小流行，无啥会，安尼咱个安心啊啦。这个是他何老师咧讲可能这个叫做正常化啦吼。安尼吼会较好，啥啦？因为咱即马做伤久吼，这弹性疲乏，防疫疲乏。啊，所以这经济交这防疫咧马咱水中间吼，无遐简单。西安中国的做法，我感觉讲特别拢是矫枉过正。因为啥？因矫枉过正，因为因个教育无够好。大个人拢听命令的啦，啊命令无几，啊佮撞出去啊啦。所以因怎用这个遮严的吼？这我感觉讲因是足惊去摊开啦。啊，事实上慢慢咱已经爱开始看这个奥密克戎出来了，慢慢爱讲会交病毒共存的这种观念爱有，但是共存不是要感染哦，是共存，知影有存在，但是可能个家己保护，来保护家己，这比做疫苗可能更较重要，因为做疫苗了有当产生一种假性的安全感。啊，出去讲我有做啊，个打弄迄落啊，好咱们针咧，咱一直用，安尼个袂使。这个我是会感染的。这边吼，因22个内底有在意的，这12个感染，你就知影传染力真悬呐，是真悬的，真够痛的，但是严重度无遐济啦。OK， 所以咱讲着吼，这个不管是这个疫苗有做啊无做，这是一个大关键吼。另外，咱头拄嘛讲着这个数字来看吼，虽然全球的这疫情当咧佫压起来，咱的这个标题嘛有写吼是差不多冲关这个19%啦，有影。这个确诊数拢咧冲关，但是全球甲过去这个前2冬，第1冬、第2冬，咱已经有因缘，咱有这个药啊，嘛有这个疫苗，所以咱的这个生活应该是爱豆豆来正常哈。但是咱嘛讲到这个 Omicron 的这个部分有人讲这个单株的这个抗体可能对抗 Omicron 较无效啦咱讲这个瑞德西韦有研究讲伊较好一寡但是咱讲这个药啊已经嘛产生离正常化，应该嘛真无偌远咱继续搁请教这个周医师啦咱过去讲这个流行性感冒关7天内底，互伊这个克流感就会使啦同款啦咱即阵嘛有这个药啊，甲这个疫苗内底所以咱对抗这个 Omicron， 还佫有这个其他的步数无？是这个咱若要敢若叫做正常化若是讲流感，咱甲伊和平的相处大概嘛是差不多200年啊啦但是。嘛是每一年还佫有一寡重症死亡的人嘛，所以咱每一年咱的政府嘛是甲65岁以上的啦，还佫有一寡学生囡仔嘛是拢甲伊注迄个公费的疫苗嘛咱即摆今年因为今年的迄个疫苗的注的状况伫迄个公费的部分，公费的流感来讲是无啥理想啦那甲去年比起来咱差不多同期还佫输去年45万剂左右，就是这个时间，甲去年同一个时间啦但当然咱有一个目标值啦就是差不多讲65岁以上啦，讲会使注到53%几迄是咱的政府的目标啦。但是即马差不多44%左右啦，所以9%左右因为咱即马有发现讲咱头仔讲第2剂一直未去其实最近。个去哩，因为学生囡仔开始咧做，迄就紧，这叫做紧的啦。迄就紧啊，阮嘛是爱去甲迄个学校内底做的，迄就紧啊。但是这个流感我嘛发觉讲咱看去年流感的病例减少的时阵咱会放松去。即摆有一个问题啦若讲Omicron伊即个症头毋是真严重，咱的流感若讲嘛毋是真严重的时阵咱会毋知影讲是。
到底是安怎吼？啊，结果呢吼，普通的流感的可能就掠去做裁剪。吼，啊，咱若讲吼，会当甲迄个流感吼，嘛是写甲煮较晚的时阵吼，较袂去唔着去啦。吼，啊无咱即马嘛是讲，着流感加着迄个 COVID-19 做伙的时阵吼，死亡率嘛是较悬，这是有迄个报告出来嘛。是。所以咱即马嘛是呼吁讲吼，除了 COVID-19 以外吼，这个流感吼嘛是爱去做。吼，啊，咱以前的做法是讲吼，咱若是感觉这是当时流感的时阵，咱会予伊吸流感迄个药啊吼，啊伫咧厝的内底隔离吼，叫伊莫去上班，莫去学校，咱会开一张诊断书，互伊吼，互伊踮咧厝的内底休困。其实阮即马吼，伫咧迄个诊所看病人的时阵吼，其实搁较轻症的吼，小可流鼻水、脑疼。我拢甲讲吼，咱吼即马吼出来外口，大家拢有大喙炎吼，伫咧厝是毋是无大？伊讲对。我讲你即摆吼，嘛是厝的内底嘛是爱大，佮厝内底人嘿，厝内底爱大，那食饭吼嘛是小可分开一个吼，咱还做惯势啊。你咱就是做这个准备，就是讲后摆若讲正常化的时阵，你踮咧厝的内底隔离的时阵吼，这若做了惯势，甲咱即摆吼伫咧外口大水啊大了惯势，咱就感觉无安怎嘛。啊，你即摆若讲吼，伫咧你无做了无惯势的时阵吼，后摆想讲你踮咧厝的袂当安怎啊，伫咧厝内底当谁知影？咱袂使用一个监视嘛，咱毋是极权的国家，对不对？啊，伫咧内底，啊，若讲探得出来，咱头仔咧讲医疗人员啦，吼，啊，若去感染着，若讲照即马的即个迄个状况，迄个规则来讲吼，咱5月份是因为重症的人伤多，所以医疗量能吼有一寡问题。有一寡崩。啊，伊即马吼毋是呢，即马若讲重症的人甲死亡人无遐尼济，若是探较济人的时阵，若讲医疗人员去用滴，啊，毋逐个人去隔离。结果呢，后摆吼，你若讲去病院内底，啊一半医生向隔离，吼，也是讲诊所真侪拢关起来，拢向隔离。OK，这嘛是一个大问题呢。是啊。所以甲今年5月哦，迄是无共款的。迄医疗量能的迄个变化吼，迄阵是讲重症的去拖入到 ICU 啦，遐吼无法度运作落去。啊，即摆若讲吼，咱治疗中心伊的内心若无甲改吼，像讲啊，进前吼5月份甲迄个大团的时阵吼。迄阵吼，阮就是穿迄个装备吼，然后迄个装备穿出来吼，啊，你去看到较正的吼，伊就讲啊，你有穿吼来看看，啊，拢好，你会使继续安尼吼，啊，消毒的就好吼。结果咧吼，疫情较收束了吼，啊，一个delta伫迄个桃园啊，等伊嘛是照安尼穿，结果伊嘛叫伊爱隔离。啊，伊的意思就讲吼，即马病例较少吼，咱还较严的，啊，病例较济无法度啊，你若逐个拢隔离的时阵。你大家拢隔离的时阵，啊，都大家医生馆拢关起来吼。但是咱来注意讲吼，这个嘛是爱习惯吼，就是讲要正常化的时阵，啊，你隔离医生嘛是家己知影讲安怎隔离，一定是吼比普通人更较知影这个吼效果嘛，对。像我若讲吼，以前我定下咧节目上讲吼。迄段时间吼，我等去厝诶吼，我超过2-3个月，毋捌甲阮厝诶人吼倒天，共一个倒啊食饭咧，我拢捧去边啊食，敢若一个新妇啊安尼，吼，迄嘛是逐个拢足细腻诶啦。虽然我伫咧诊所内底拢穿迄个吼驾照吼，迄个太空人兔宝包装吼，嘛啦无像迄遐厉害，阮是隔离衣啦，甲迄个防护衣是较无共款吼。但是阮会真细腻伫诶，阮即摆咧意思是讲吼，咱的医疗人员吼，家己吼遐尼拍拼，阮即马嘛是拢咧准备啊吼。看到人来吼，你讲你来无住，拢会共解说吼，啊你爱去住啦吼，尤其是老大人65岁以上，啊你流感无住无？啊COVID-19为什么第2剂无住？啊伊个厝的人讲，即马无啥物疫情，伊就无爱住。其实这拢足危险的呢，所以民众吼，甲迄个咱的指挥中心，甲咱的政府爱合作起来啦。毋是讲吼，咱指挥中心当然是慢慢吼，爱习惯，咱民众嘛爱习惯，家庭。吼，就是爱家庭才好。啊，其实你看，你要家庭哪有可能？刚顶个有一个先生来才讲家庭已经嫁互别人啊啦，转来有时啊转来厝诶看看就好啊。吼，你莫问讲伊拢住伫咱厝诶内底。我是感觉迄真趣味伫啦。吼，咱爱去惯势，但是咱袂使去害着。OK。吼，所以咱即马即个，尤其是吼，我即马伫遮个互大家观众朋友吼，啊未去住迄流感吼，叫赶紧去住。OK。流感嘛爱住啦吼。对，两项拢爱住啊！反正伊即马是讲7天嘛吼，7天嘛。啊，其实吼，伫咧外国吼，有的人举手住一边，两个做伙住。啊，当然咱嘛是爱照咱的规则伫啦吼。啊，但是先住的时阵吼，有住有保庇啦。所以咱讲着吼，无论是这个 COVID-19 啦吼。咱过去足惊啦吼，啊，但是这个流感的时阵，嘛是有人重症死亡啊吼，所以头拄啊，周医师甲咱呼吁啦吼，啊，流感的这个部分吼，过去咱讲差不多5%这个部分，咱的目标也是爱达成啦吼，啊，但是咱讲吼，这个啊，头拄啊，周医师嘛讲着吼，即阵咱讲做这个 BioNTech 吼，就是12岁至17岁吼，这个学生囡仔开始做，咱讲吼，这个
咱第二档的这个数字就当佫亚冠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国际上吼，12岁至17岁，咱住的这个吼部分是有一寡这个警察吼，有人是鼓励住第一档下就好，有的吼亲像这个何教授过去嘛讲差不多第一档下查甫的住过就好啦吼，但是你也家己去吼准则考量爸爸妈妈你嘛是爱去考虑者其实佫较侪国家因是吼5岁至12岁，因为这个囡仔人嘛来去做啦这个部分其实台湾人嘛有一寡人咧建议讲，是毋是这个囡仔爱去做，尤其咱看一寡这个无保护的人若是咱讲12岁以上拢有去做5岁到12岁，咱台湾是安怎看待咧？因为会当做还是袂当做伊拢是看讲即个艺疗即马伊有摕到无？有摕到即个食药署有互伊无？是。所以即马至少 BNT 踮咧美国是5岁到12岁会当做所以因就开始咧做。是。但是咱看讲咱要做还是毋做，即就爱来看咱的疫情到底疫情是变做安怎迄落。我是对我个人来讲我是比较倾向讲囡仔咱囡仔若会当咱来做咱的高端啦。我知影大家讲，我这个绝对毋是讲我负责。高端我无即个代志我佫讲一个，我是国光的独立董事，我袂去讲，我袂去promote国端高端但是意思就是讲，咱嘛是爱一个公正的社会人士咱来讲正常的话嘛。正常的话是，我是感觉囡仔若会当做即个。subunit 较安全啦，因为不管安怎，即个 mRNA 你做了嘛是有较长的迄个影响，咱是还佫唔知影，咱佫看囡仔人生长长久久毋是咱像老人剩无30档安尼就甲做落去。这是正经，我是正经安尼咧讲，但是就即马毋知影高端有咧做即个囡仔的这个试验啦，人体试验。但是我知影伊有做青少年10几岁，应该资料有出来，应该会当互咱知影讲伊的。应该嘛爱咱讲效果是安怎？那效果若袂歹咱嘛是看即个抗体。应该 release 出来啦对。有影咱讲高端迄当阵是9月时阵咱开始做啦迄当阵。甲即阵的这个数字嘛，已经累积4、5个月应该有应该有资料，是若袂歹的时阵，变成较济一个选择嘛就敢若我有加一项，加一个选择。尤其高端咱讲到伫几个国家已经来去做一寡这个人体试验，差不多嘛要满3个月。另外伊去做这个咱讲 WHO 的这个好算这疫苗啦所以那是真正有资料会当互国人来去看。尤其咱头拄嘛讲到这个咱讲后面这个数位疫苗的这个认证若是佫加落去咱虽然讲迄是种外交，但是你这支疫苗若真正有效，你就是爱大声讲数字拢总摕出来互知影呢。是啊，有影啦所以咱讲到这个疫苗要做5岁至12岁，咱讲其实一寡这个疫情较严重的国家已经咧做5岁至12岁，然后尤其这个美国你来看因的这 FDA 这个讲法就讲。这个 Christmas 是一个大重点这回 Christmas 这个疫情若佫压起来可能因为这个观察，也是讲一寡这个政策。因为美国5岁迄个囡仔，敢若5岁以下的，即马敢若传染足济。5岁以下。对，就是意思就是讲，拢无做到预防下。所以这嘛是为什么咱讲疫苗这个政策会佫变作是佫较。低年龄层的这个囡仔，因为伊即摆这个 Omicron 真好传染嘛，但是所幸的是讲伊严重是讲无遐严重安尼啦，但是嘛是会一直传染嘛。OK， 一直传染啦，来。这当然愈食做愈好啦。不过即摆上重要的是老大人啦。老大人因为老大人虽然轻，因为死亡率会较悬啦所以Omicron即摆当然打开始传也未传，足多老人也毋知。但是我药这若真传了厉害，会死的我是老人啦。尤其即马80%是有注第一剂嘛，除了70%注第二剂啥佫注袂落啊？迄个是讲遐人根本无法度出来做啦。伫家己的好什么阮以前拢用咧，无阮用建设再你出来做。是啊。这当然靠，但有的人
含这嘛无法度，我讲甲伊去到厝里甲你住啦，去因兜住。住吼住了解，住迄个拢爱住，因为这两项吼拢是老人会死的。囡仔是惊伊去拖别人，啊，无啥囡仔是无啥会死的。囡仔伫为阿鲁瓦尾，但咧逐个拢几乎无啥会死的啦。但是因为伊个活动啊，佮袂晓家己洗手，所以住是好啦，毋是讲歹。当然，这爱有做实验，做一期二期的实验了，而且用迄个抗体，讲啊袂歹，安尼当然会使做。啊，若无伊嘛毋敢做啦。但是也无啥发生啥大代志啦。但老党无讲哦，老党他都做一次特别讲，伊是了解今年说讲个毋敢无啥敢出去，啊无干脆卖水，干脆卖水讲含了解卖做，但COVID-19会惊，所以尽量去做。所以会肯做的人尽量去做啊，但袂当去做的人要伫厝里。这毋好，这地方卫生局爱较认真的。有影，地方卫生局咱过去有互大家数字，然后即个咱讲卫生局，搁较认真一下吼。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嘛感谢洪金豪秘书，咱再会，感谢多谢。